Hello，大家好啊！歡迎收睇新股速遞啊！今日同大家介紹嘅 IPO 叫做迪普科技啊，上市編號係1384啊。公司方面咧都係做一啲咧大模型同埋人工智能嘅應用方案等等啦咁啊算係一啲叫做 AI 概念嘅股份咁啊10月20號開始招股，10月23號早上9點30分咧截止認購。上市日係10月28號嘅發行價格26蚊6毫6啦，入場費5300蚊多啲，集資額就7億多啲。嗱睇翻咧都係同AI 相關集資額7個億啫噃算係細粒相信嗰個投機未濃㗎大家有意去認購嘅話，即管試下啦。我係證監會持牌人，以上所講嘅股份我係冇財務權益嘅。